家好，你还用强下的学习，接要用到的公务抗议。首先，我们学习见面时常用的称谓与问候。先来介绍称谓。称谓可以分为男性谁来谁来，女性谁妹谁妹。如果年纪看起来比爸爸大的男性长辈，我们就会称他伯父阿爸阿爸。女性呢，伯父的太太可以称为伯母棒美棒美。如果年纪看起来比爸爸小的男性长辈，我们就称对方叔叔阿叔阿叔。女性呢，叔叔的太太我们就叫婶婶阿心阿心。如果遇到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稍微比较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男生可以称呼他阿哥阿哥，女生称呼他阿姐阿姐。接着我要介绍一个特别的词汇，当我们遇到前来洽公的民众，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无论我们知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称他为老板。客家话的老板称头家头家。注意哦，女生不用特别称头家娘，不管男性或女性都可以称头家头家。好，我简单的请微了后，用强下来学问候的话了。早安，按奏按奏。吃饱了吗？吃饱嘛吃饱嘛。吃午餐了没？吃酒嘛吃酒嘛。您好好好。帮妹会来运用前位的问候交叉组合起来的记哦。伯父吃饱了吗？阿爸吃饱嘛阿爸吃饱嘛。哥哥早安，阿哥按奏阿哥按奏。伯母您好，棒美好棒美好。姐姐吃过午餐了吗？阿姐吃酒嘛阿姐吃酒嘛。刚刚我举了4个例句，相信大家一定都晓得如何组合称谓和问候了。以上的教学是为了让大家可以自行依据洽公民众的情形和时间点来问候。